2024台湾文博会今年头一届刷来到台南举办，这主展区自八月起股，超过570个文化品牌来参加展览，是有史以来规模上大的。另外，台南市文化局也把这主展区延伸到各地头的文创园区，要把府城变作是一间大型的历史教室。好做放甲红仔，大家抢要翕相，嘛有当时行 IP 授权来参展。今年台湾文博会头届伫台南举办，大台南会展中心成做主展区，拢总超过570个品牌来斗老结，是规模上大一届。这回展览以报道百名做主题，活动嘛用台语文来做标题，而且拍破传统，甲文化特点、参品牌商店做结合。讲是台语的物件，亲像这个是河流，阮就画一个河流坑，较趣味的。物件来参加的人会当学习台语。波多报名如果用台语讲的话，就是100%保证会成功。经过了漫长的时间，经过了不同的历史、不同的时代，我们终于走出自己的路来了。文博在台南展出，是对于我们全台湾的文化界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展览唔干那1楼、3楼以细胞做伙做主题，打造戏剧感的电视空间。那这间棒球场的空间，呈现台湾运动赛事，大家拼说互世界看到这片土地。另外，地方馆参屏东甲朋友合作，无论是有形无形的文化资产，也是海岛文化，拢通一概伫遮看互到开。哪听哪行哪看哪记。那安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论坛啊、讲座啊，还有户外演出的表演活动，其实就是透过各种不同的文化的样貌，邀请各位观乡亲朋友来到我们这个现场，可以感受到台湾文化的亮能。主展区预备起过，连续5天免费开放给乡亲入场。另外，分展区是延伸到台南文创园区。3月1号艺术主乐顶所在，甲整个府城成做大型的历史教室，提供大家浸水式的文化体验。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。